隨時預備起步，預備。好啦，一起步嗰陣啊，咁啊見到咧就冇馬慢嘅，咁啊睇翻前面啦，見到咧埋邊咧最快嗰隻啊寶來歌劇，但係出邊咧名將田園咧就比較快啲嘅，咁啊然之後啦再望一望啦，6月豪取亦都上咗嚟啦，隔離仲有咧就能量晶石，咁啊黃色冇嗰匹嚟嘅，咁啊後一層啊見到草如茵留翻住嘅，入邊咧白冇嗰匹咧就堅韌力啊，中間嘅位置啦，咁啊見到咧優學湖啊今日跟第7位、第6位左右嘅啫，雷麗宮咧捉一捉睇下埋到去咯喎，咁啊然之後咧仲有喜運英豪啦，然之後咧離心明園亦都係內欄嘅位置嚟嘅，咁啊後多少少啦，晉天宮咧就喺晒尾嘅位置啦，拍住隔離咧仲有咧就係玫瑰騎士啦，咁啊然之後咧仲有咧就係名城潮流啦，包尾嗰一匹咧就係名將田園留咗，就係呢一匹嘅初日高升留咗喺後面嘅。好啦，見到咧開始轉到去對面直路嘅時候啊，前面咧見到咧名將田園殺咗埋嚟放啊，6月豪取到第2位嘅能量晶石就守住 box 啊，後面咧第4位好靚位就大熱門啊，呢一隻咧就係寶來歌劇啊，拍住出邊咧就係草如茵啦，3碟嗰匹喎就係優學湖喎，咁啊然之後咧後多一層啦，2個馬位之後咧先至見到內欄白帽嗰匹啊，堅韌力嚟嘅，雷麗宮攝咗埋嚟3碟嘅位置啦，咁啊拍住隔離嗰隻咧就係呢一隻離心明園嚟嘅，出邊就雙南極點啦，然之後咧黃色頭罩嗰隻咧就係喜運英豪啊，內欄嘅位置啦，見到咧仲有嗰隻咧就 Chuckunate 啦，然之後咧再後面嗰堆啦，見到咧就係呢一匹咧晉天宮尾3啦，尾2咧就係玫瑰騎士，包尾嗰匹就係初日高升嚟嘅。好啦，轉直路彎大概咧仲有800厘米左右啊，前面見到咧名將田園就放咗出嚟嘅，咁啊6月豪取啦，然之後咧見到寶來歌劇呢個時間已經上緊啦，入邊就能量晶石啦，後面優學湖騎緊，雷麗宮騎緊，堅韌力要穩位喎，咁啊然之後後多少少個位置咧，離心明園嗰啲咧就移出去噶啦，最出嘅位置仲有名城潮流啊，入即係直路啦，名將田園仲有1個馬位優勢啊，寶來歌劇呢個時間已經上緊嚟啦，咁啊然之後出邊嘅位置咧，仲有嗰隻就雙南極點大牛欄晉天宮嘅，最後100米左右啊，冇風，仲有喺手啊，名將田園啊，寶來歌劇就追佢唔到噶啦 ，Chuckunate 第3位啦，第4位出邊上嚟就晉天宮啊，接近終點嘅時候，呢一匹名將田園贏出今屆嘅寶塚紀念賽啊，跑第2名。見到咧出邊轉彎已經湧咗上嚟嗰隻就係寶來歌劇，哇！晉天宮喺好後嘅位置衝上嚟啊！咁啊結果呢一隻名將田園啊冇風，上次杜拜草地大賽騎咗佢跑第5，咁啊輸俾神智勇進啊羅曼勇士嗰啲馬啦，真係非常之高嗰堆馬。咁啊結果今次翻到嚟阪神呢一邊，咁啊贏出第1次嘅1級賽啊！咁啊〜跑第2名咧就係寶來歌劇啊，其實都本身係一路守緊內碟㗎，但係轉彎勢色唔對路，都已經移咗出3碟追上嚟㗎啦。咁啊，但係結果都叫做跑翻個第2啦，去到最後上斜嗰度已經唔算好多啦。咁啊，第3名咧就好近啦，入邊咧出觀你唔多啦。咁啊，出邊晉天宮上嚟搶咗第3，第4名咧就係雙南極點嘅，結果冇風。贏出今屆嘅寶塚紀念賽啊，係一放到底啊！果然啊，即係近年即係近呢2日啦，都叫做都頗嚟前置啦。結果攝咗埋嚟霸咗個前領位置，結果就佢放到啦。咁啊，要數一數啦，即係冇風對上一次贏係幾時嘅呢一場賽事啊？真係要數到哇！2006年嘅大震撼啦，已經。相隔咗19年啊，咁啊再贏寶塚紀念啊，咁啊恰如其分就係寶來歌劇啦，即係都跑得都好啱啦。咁啊第3名咧就係擺喺大文高，真係有啲進展啊，留到喺包尾3嘅位置衝上嚟啊！就係晉天宮嘅第4名就係雙南極點啊，咁就12、1，跟住就係7，跟住就係16啊，12、1、7、16。咁啊，恭喜晒武豐啊！相隔19年再贏寶塚。